新一年啦，2026年嚟咗啊！喺呢度首先祝大家咧就係身體健康，馬到功成啊！有睇開黃明嘅介紹咧，都會發現我哋介紹嘅酒款咧非常之小眾，係咪？我攞出去咧，說故事成本好高喎，即係呢款酒我攞咗出去同人哋一齊飲。我咩嚟㗎呢個？雜乜酒嚟㗎咁樣？有冇一啲酒係攞出嚟大家又識，但係我又可以裝到一個好高嘅 B 格？有嘅，咁嚟緊一年2條視頻同大家介紹下先。咁今日第一條咧就係介紹一款酒，呢款酒有咩特別咧？佢係一間愛好者一定中意啊！然後佢係一個小眾嘅一個款式嚟嘅 Hazelburn 15年 Oloroso Mature 年度限定。咁啊，我一手上呢款咧係2023年嘅，每一年出9000支。但係你留意翻一間威士忌廠面對緊係全球70億嘅人口，其實9000支真係非常非常之少，基本上一出嚟秒嘅一聲就冇咗啦。首先咧，呢一間係雲頂酒廠生產嘅威士忌啦。第二件事，呢支係 Official Bottling。第三件事，佢係一支年度限定，佢仲有乜嘢好正呢？佢其中一個最少產量，每年最少產量嘅產線叫哈索本啊。Hazelburn 最特別係佢唔用泥煤麥芽。咁以前呢支酒幾多錢呢？我自己入過手嘅係3000蚊一支，你知唔知而家幾錢？靜雞話你知，2000仲有找，哇福音啊！我個人認為啊，近呢2年飲酒真係一件好開心嘅事情。我終於回歸理性，所有價錢媽咪，我自己都忍唔住去飲下。雲頂好飲嘅地方就係在於咧，佢哋係有傳統工藝，你係真係飲得出所謂嘅地板發麥啦，嗰啲乜蒸餾啦，所有嘢係有質感嘅。質感呢兩個字咧係雲頂嘅一切，不接受反駁。哦，非常之舒服。嗱，雪梨桶咧係冇辦法咧係洗刷咗雲頂應該有嘅嗰種靈魂啊！酒體咧依然好爆嘅花香啦，佢好似50年以上嘅嗰種小香檳乾邑入邊有嘅葡萄花香啦、香水玫瑰啦，佢勾勻嘅嗰種肥皂香氣啊，依然都喺度嘅喎。呢啲酒咧係冇泥煤㗎，但係飲落去咧，佢係有一股煙燻嘅氣息喺入邊嘅。佢有嗰種黑加侖子軟糖啦、明治葡萄軟糖心嘅嗰隻朱古力啦，而且佢飲落去咧仲有木質單寧。飲完之後咧，老酒先有嗰種感覺啊！哇，好鬼正嘅啫！去到我哋一啲愛好者嘅聚會，同你講一擺出嚟，媽媽咪啊！下次如果我哋去一啲商務嘅局啦，或者係同一啲唔係威士忌愛好者，純粹係需要有酒嘅時候，我哋又可以帶啲咩酒咧？下次再同大家介紹，拜拜。